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南无大自在王佛灌顶，含有皈依结缘灌顶，请大家按照灌顶的路线来排队。我们是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，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。灌顶时，请大家不要拥挤，也不要紧张，手结大自在王佛。 手印一心持诵大自在王佛心咒，细心观想与大自在王佛合一。西斯拉波亚波达萨哈，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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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斯拉波亚波达萨哈。 西斯拉波亚波达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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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斯拉波亚波达萨。 大自在王佛法灌顶。
请大家面向坛城做观想大礼拜，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印，2拜诸菩萨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印。3拜诸护法金刚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印。4平等于其手。护摩法会圆满即将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，感谢师母、诸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与大家的护持，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，谢谢大家，功德无量。网络直播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. Thank you for viewing.